楚王，要我来帮你吗？秦王不必客气。寡人。楚王看，这把匕首如何？好匕首，鱼肠匕首，削铁如泥。楚王可愿试上一试？是就不必了。楚王，你这是要拿本王的命了？寡人的本意是，楚王为了悔婚而杀秦国之君，楚国即成为秦国勇士之仇人。杀人一时，结仇百世，楚王以为值得吗？楚王言而无信，翻脸杀人，为世人不齿。来日，楚王又如何面对诸国国君？秦王，这是个误会，误会。本王知道这定是误会。若不是误会，刀剑无眼，只怕本王性命还在，楚王的性命却没了。赵阳，秦王，这里是郢都楚宫，不是你咸阳大殿，不得无礼。明明是你等埋伏了刀斧手，剑拔弩张，无礼在先。楚离子，不用再说了。楚王诚意邀请本王赴宴，商谈联姻大事。既然早晚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过分计较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为何这些人还留在大殿之上啊？赵阳，寡人有贵客在此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这些丢人现眼的家伙，都给老夫滚下去！还不快滚！好了，来，让本王再敬一杯，祝楚王在诸国君王之中拔得头筹。本王知道，楚王一向对我汉中商於之地情有独钟。若楚王愿促成秦楚联姻，那么这商於之地好商量。什么？秦王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。本王对舒公主倾慕已久，望楚王成全。舒公主出嫁之事不宜再谈。眼下楚国正准备与吴国结盟，大王前不久刚应允了赵侯雍的求亲，楚国只有一个嫡公主，总不好一人许配给两国。是啊，秦王，此事寡人的确是为难。大王，晋上晋大夫有要事要禀报大王，让他在大殿外等着。晋大夫说是要事，等不得。什么事儿如此慌张？让他进来。是。启禀大王。金上有什么话赶紧说。啊，大王，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，走了。什么？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走了，离开郢都了。这个赵侯雍简直是荒唐，朝三暮四，竟然把两国联姻此等大事当作儿戏。赵国使者临走时说，他们亲眼看见
秦王和舒公主多次在驿馆私下相会，郎情妾意。既然秦楚交好，外人怎能过分勉强？一派胡言！寡人的王妹舒儿，自幼乖巧贤淑，怎会与秦王做出那苟且之事？除非是赵国友。老夫担保，那赵国使者并非无中生有之人，必定是有人使诈。秦王，此事关乎到寡人的颜面和我王妹芈姝的名声，还望你能给个交代。本王自然会有交代，只要楚王应允，择日迎娶舒公主便是了。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可惜呀，已经水到渠成，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两位公主，请留步。谁敢阻拦狄公主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拜见大王。拜见大王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既然是商议舒姐姐的婚事，那总该问问舒姐姐自己的心思吧。大王，女子婚配向来全凭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大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好，淑妹啊，寡人今日就当面问你一声：秦王嬴驷3番2次来我楚国求亲，声言非你不娶。可这秦国千里迢迢，道阻且长，王兄认为你一定不会愿意嫁到那荒僻之地的，所以正打算替你做主。大王恕罪，此事还是由舒儿自己做主吧。你说什么？求大王体恤兄妹亲情，成全舒儿与秦王的姻缘。楚王，这第3杯酒，就祝本王与舒公主百年好合，子嗣绵延，如何？母后息怒，舒妹妹也算是个性情中人，竟然不顾母后的颜面，只身闯入大殿，当众承认与秦王的私情，让大王好生难堪。哎呀，如今大王对这桩婚事也无可奈何，母后